各位傳媒朋友，大家好。係有7個樣本，我哋發覺咧係並不合乎呢個嘅係阻延嘅標準嘅。咁而我哋發覺咧係好多係隨手可以攞到嘅嗰啲嘅標本咧，嗰啲嘅標本係嗰個合格程度係比較大嘅，係應該係當日嗰個嘅係安全網係未達呢個阻延嘅標準，再加埋咧發泡膠嘅膠板咧係引致到今次個大火蔓延得咁嚴重，同埋咧係嗰個發泡膠板令到係玻璃窗爆裂，將啲火係引入去。因為颱風襲港期間破壞咗原先安裝喺棚架嘅防護網。於是有涉案人士喺一間本地嘅供應商分批購買防護網以作更換。咁佢哋就將呢啲防護網就裝咗喺每棟樓宇嘅棚腳嗰度，以圖魚目混珠，成功喺往後嘅測試結果獲得合格嘅結果。我哋一共拘捕咗13人，包括12男1女，年齡介乎40至77歲。罪名係誤殺，被捕人士包括大判工程公司、工程顧問公司、二判嘅搭棚公司同埋二判嘅外牆工程公司嘅相關人士。我相信大家頭先都聽到廉政專員所講啦，一啲違法嘅人呢，佢就係將一啲合法嘅擺最低，你最容易攞到嘅地方，等你呢，如果草率嘅話呢，就淨係可以攞到一啲合格嘅標本。咁喺呢度嚟講，大家見到我哋所有涉案人士俾我哋檢控佢係誤殺嘅。如果誤殺嘅罪名成立，係可以判處好長嘅監禁。咁大家覺得值唔值得呢？為咗個少少嘅利潤，最緊要自己唔好犯呢個法，好冇啊？呢個真係重要。如果唔係呢，幾多嘅監管呢都唔及有啲人鋌而走險㗎，係嘛？咁呢個睇落去呢單咁嘅事，以一個誤殺嘅罪去博嗰個少少蠅頭嘅小利，根本係完全唔係有一啲呢係別有用心，想危害我哋香港同埋國家安全嘅人呢，利用一個社會上大家都咁傷痛嘅時刻，去煽動呢係特登係用一啲嘅假嘅消息去煽動呢，企圖煽動對政府嘅不滿。呢啲所有網上嘅呢啲不確嘅言論，煽動對政府或者對國家憎恨嘅言論，目標只係一個，就係想危害我哋國家安全。所以我哋必須係要採取呢係適當嘅行動，呢個包括呢係一啲執法嘅行動。唔該晒大家。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